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我就講四季嘅養生，大家要留意啦。春天嘅3個月就係推陳出新、萬物復甦嘅時節，天地之間富有生氣萬物，欣欣向榮。呢個時間，人應該入夜就瞓，早早起身，解除厚衣厚褲，換上較薄嘅冷衫同埋外套。習慣漸漸改變咗嘅天氣，如果違背呢個規律呢，就會損傷肝臟，夏天就會出現寒性嘅疾病。春季有6個節氣：立春、雨水、驚蟄、春分、清明同埋谷雨。一般人呢就會將春季分為3個階段：早春、仲春同埋暮春。早春呢就係小草發芽，花朵含苞欲放；仲春呢就係花朵相繼開放；暮春呢就係花朵殘白，綠葉悠悠。今日就呢6個春天嘅時節，介紹6款養生茶俾大家。而家去片。夏季嘅3個月係自然界萬物茂盛瑰麗嘅時節，呢個時間天氣沉降，地氣升騰，天地之氣互相交融，植物開花結果，詳細旺盛。人呢個時間就應該早起早睡，保持精神飽滿，抱住開心嘅情緒，唔好生氣。如果違背咗呢個規律，就會損傷心臟，秋季就會感染到寄生嘅疾病。今日介紹呢幾款清肝火嘅養生茶，係適合夏天飲用，大家去片睇睇。秋季嘅3個月係自然界萬物成熟、平定、收成嘅季節。呢個時間天氣勁急，地氣清肅，人就應該要早睡早起，保持情緒嘅安寧，不急不躁。如果違反咗呢個規律，就會損傷肺臟，冬天就會出現慢性嘅腹瀉。今日就介紹幾款秋季嘅養生茶，而家就去片睇睇。冬天嘅3月係生機潛伏，萬物躲藏土裏邊，唔食唔喐，進行冬眠嘅季節。呢個時間水寒成冰，大地凍裂，人就應該早睡晚起，到咗太陽出嚟先至起身，保持思緒平靜，保持溫暖。如果違背咗呢個規律，就會損傷腎臟，春天就會發生足部無力、肢體收縮困難呢啲咁嘅症狀。今日就介紹幾款冬季嘅養生茶俾大家。我呢個頻道呢係一條冇流量嘅頻道啊！如果大家睇到我呢條片嘅最後，睇到我呢段說話嘅話呢，不妨俾個讚好我啊！留翻10零字嘅留言，同埋幫我分享出去，我就感激不盡啦。